这个天气反冷，真侪人会食姜母鸭、食羊肉炉，也毋过有心血管疾病乡亲要特别注意。都有一个60岁民众，甲朋友做伙食完姜母鸭了后，这个血管就是无法度适应着冷热的收缩，伫店门口就昏倒了。这个送病院了后，确定是大条血经来背离，抢救10多点钟也是救无倒来，亡生了。你这个天气反冷的时阵，爱注意啥？来听医生的建议。 切记一件事情，不能瞬间的跑出去，做一些不好的，像是我们讲说，有些人想跑出去抽烟，有些人跑出去接电话，有些人跑什么？你在做这个动作之前，你必须要先三思一下子，然后你要先缓冲一下自己的情绪，缓冲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。我们最鼓励的就是喝点温开水、热开水，先把自己体内的温度稍微降下来一点点。 医生特别来建议，着有心血管疾病乡亲，寒天啉烧汤，或者是泡温泉，这个身躯爱先来适应着温差变化，会当先啉一寡拉伦烧的滚水，或者是等情绪、身体较缓和落来的时阵，才到户外来做活动，安尼才会当来降低着血管强烈收缩所带来的风险。